罗西亚总统大选结果，现任的总统普廷连任稳当当，但是做到2030年，普廷立权就超过30年。禽流感创甲对南极区已经有企鹅染到，这对集体生活的企鹅来讲是真大危机。韩国甲牛肉甲米掺做伙，培养出牛肉米，风声讲两倍之间2能等等的营养分量更加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罗西亚今日总统大选结果15到17投票，计共是有1亿1千万的选民，包含乌克兰东部去予罗西亚占据的所在，居民嘛拢会当投票。现任的总统普廷要连任，会用讲是稳当当，伊对1999年做代理总统。后来家己选调，落任了，搁做总理。2012年，搁当选到今是已经20几年啊。那上加上这任做到2030年，伊立权就已经超过30年。罗西亚这10几年来是侵略2个地区，克里米亚甲乌克兰，这2件代志拢是发生伫咧普廷的手头。所以讲，乌克兰这回就骂讲，这投票根本就是闹剧，伫咧2国的边境发动攻势。罗西亚总统大选投票，当地时间15早起8点，对远东地区勘察者半岛大声起行，选民陆续到投票所。这是俄乌战争以来第一摆大选，在国家媒体的护航之下，选前民众对普廷的支持度是超过80%。Владимиру Путину, он на Камчатке делает все, что вот людям помогает, пенсионерам помогает, всем. Он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й. Как же? А как же без выбора? Вы что? Мы еще при социализме росли, поэтому... А почему вот важно вообще участвовать? Это очень надо. Сейчас вот в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страна в так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надо проголосовать. 普廷在投票进前后会讲，国家当伫艰困的时期，呼吁大家紧来投票，表现爱国心。在乌克兰的陆军占领区嘛开投票所，官方用各种管道积极在催票，想要营造大团结的气氛。因为异议人士宏打压，反对派的参选人拢妨用技术问题禁止参选。普廷敢若3个象征性的对手，会使讲是稳赢的。投票时间对15开始进行3天，全国10万个投开票所，敢若候选人和国家核定的机构才会当指派观察员，欠独立监督嘛无够透明。当局已经命令投票的期间是禁止抗议的行为，反对者发起17中昼，共步去投票所来排队，用排甲落长来表达抗议。71岁普廷对2000年上位以来，已经做4任的总统、1任的总理，连续执政24年。这摆若选赢，佫会当甲政权延长6年，一直到2030，佫会当佫一摆连任做到2036年。伊嘛会打破斯大林的纪录，变作执政上久的领袖。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法国总统马克宏顶个月捌讲，北约无排除会出兵甲乌克兰斗3天，这就互国际真烦恼，佫会变做世界大战。真侪北约的成员国嘛，赶紧跳出来背花。不过，马克宏是搁再提出警告，呼吁欧洲国家就要对罗西亚态度大抗的别使落冷，若想要和平，就要避战。法国总统马克宏最近也讲，为了要确保欧洲的安全，无排除要出兵帮助乌克兰，掩过和欧美各国拒战。马克宏则是伫咧接受电视专访时阵，再一遍强调，若是欧洲想要和平，就应该为战争做准备。Simplement, aujourd'hui, pour avoir la paix en Ukraine, il ne faut pas être faible. Et donc, il nous faut lucidement regarder la situation et il nous faut, avec détermination, volonté, courage, dire que nous sommes prêts à mettre les moyens pour atteindre notre objectif, qui est que la Russie ne gagne pas. 马克宏讲，若是俄罗斯赢到这边的战争，欧洲的信誉将会降到0。乌克兰目前处境真困难，需要盟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也讲，美国并无提供乌克兰有够的弹药，对战争也产生影响。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Russians have been able to make some advances on the battlefield over the last weeks and months, and therefore it is an urgent need for allies to make the decisions necessary to step up, provide more ammunition to Ukraine. 另外，俄国自15到17举行总统大选的投票。俄国总统普廷13接受专访时阵，又搁放话讲，俄国已经做好动用核武的准备。
克林姆林宫则是对此解释讲，普京只是重申大家所知影的情形，也就是美国若派兵乌克兰，俄国将会看作是主权受到侵犯，将会被迫使用核武，并不是威胁讲要使用核武。美军的战车开伫咧森林中，8月自1月24开始的2024坚定守护者演习，目前也搁伫咧进行中。除了伫咧德国南部的战车演习，8月也伫北欧极地进行军事演习，战机、军舰模拟跨过大西洋，部署到欧洲大陆，并且实施海上实弹射击、加两侧攻击的操演。The weather is different. The weather patterns, both in terms of water temperatures, in terms of the undersea environment. Winds, snow, it is a different environment. And to understand the Arctic, we have to work in the Arctic. And so the ability to have forces here working in the Arctic really increase our overall readiness as a NATO force. 参加演习的各国官兵人数要加9万人，自航空母舰到驱逐舰，50多台舰艇加80多台战机、直升机加无人机，也有至少1100台战车，是冷战了上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日本透过联合国送200架电动欧多拜给乌克兰，因为这战争未少交通设施害去，路真歹走，这机车是较好弄来弄去。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北韩等新战车的训练画面。领导人金正恩亲身驶战车，佮讲因的战车是世界威力上界强的。英国《Times》报道，英国威廉王子参加主线活动，3个月无公开出面的凯特王妃犹原嘛无出现。但那这威廉王子咧演讲的时阵，讲伊甲凯特拢会继续为这个主线活动拍拼。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的参议员查克·舒默过去甲以色列关系真好。不过，这阵伊嘛讲，这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拍加沙拍甲未失方向，呼吁都要赶紧解决。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中部受滚落件加利亚风的灾情，天然的状况，印第安纳州要9000件，肯塔基州5000多件。3年前，美国一个15岁高中生是夜青去学校四隔断，造成4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凶手是已经被判关1世人。伊的爸母因为无好好保管因厝内情，造成这个悲剧。即阵嘛，被判过失杀人罪，可能要关10年以上。是美国头一个家长因为逝世太人，要负连带责任的。47岁詹姆斯·克鲁布里加45岁看守珍妮佛，两个有生一个后生医生。2021年11月30日，迄当阵才15岁，伫咧读密西根州牛津高中的医生，伫厝内摕一支半自动手枪去学校内面杀人，害死4位年纪分别是16加17个学生，也有7个人受伤。医生被抓了，被判终身监禁，目前人关伫咧监狱内面服刑。这件校园枪击案发生无偌久了，医生的爸母就和警方以触犯过失杀人罪追捕。珍妮佛今年2月被法院判有罪。密西根的庞蒂亚克法院经过5天开庭审理，14也对詹姆斯作出有罪判决。法官将会在后个月初7宣布2个人的刑罚，可能会面临到10年以上的刑期。这是美国司法有史以来家长第一遍被判将为囡仔的杀人罪行负连带责任的案例。法官的理由是因无好好保管厝内枪，互囡仔随便就让摕到。另外，对囡仔精神异常的严重信号拢无查。评审团主席宣读判决的时阵，耳孔动听的詹姆斯带着耳机听讯，听到判伊有罪的时阵，一个纪录片摇头讲无同意。尾下法警就甲伊领带摕来，扣手铐送登去监狱。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非洲辛巴威警方这礼拜是查到一个社狗组织，救出200多个囡仔工。这个社狗的头人讲，家己是先知，去一个农场逼囡仔做事，唔互因上课嘛，唔互因看医生。这警方甚至伫农场内底发现7个婴仔的梦。目前警察是已经把这个狗主抓起来，不过有关有信徒相信伊是无罪。
虽然警察来现场搜查，因也是大声唱歌，坚信相信教主。新北威警方12日就是一个社教团体，逮捕56岁的教主乔克良计划和7个教会的人。乔克良计划自称先知，伊伫首都哈拉雷西平大约30公里的尼亚比拉设立一座农场，强迫200外囡仔做囡仔工。kuoneka ende vanhu vatigere navo havana nzara zvese izvo vari kudya izvi hapana kana dambudziko。这个教派成员有千外名，因为信徒多搁穿白衫，所以互称作白衫教会。警察讲，乔克良计划和干部食学习生活机能的名，其实是把这囡仔当作真俗的劳动力。农场内底上少25个无读书的囡仔，绝大多数拢无出生证明，嘛无受过正式的教育。教会干部讲，政府的教育无符合上帝的旨意，甚至认为信徒若破病，若无应该去予医生看。tiende kuchipatara tinorapwa nenzira yatinenge tichirayirizwa namwari wedu kureva kuti mumwe nomumwe anorayirizwa maponero anoita namwari kureva kuti munhu kana achinge anzwa kudzimbikana。原警局查到农场内底有16个无登记的墓，其中7个是大婴。警方随以侵犯儿童权利、违反送葬等法律，拘留教主在内8个人。不过，乔克良计划和干部14日出庭受审的时阵，还有部分信徒坚信讲，因的宗教领袖无唔对。ichi chinamati chadudza mwari mupenyu ichi chadudza mwari anofema mwari ari kurarama kwete vana mwari ari kunamatwa mumagungano meso saka hatitye taurai nepamunoda asi mwaka wekutaura uchapera。这个教会的教主乔克良计划把案无共教派起冲突，而且带证人攻击警察，所以互抓去关。因的教会实行一夫多妻制，甚至有无成年人结婚，在当地一直充满争议。公视新闻徐婉莹编译。另外一条新北话消息，因为当地野生动物真侪囡仔行去上课的路径就去互攻击。去年有50个人死亡，85个人受伤。即阵当地管理单位甲非政府组织，就送100只脚踏车予小学生，希望缩短因行路去上课的时间，避免去互动物伤害。囡仔真欢喜要甲脚踏车牵转去，因为以后上课就当骑脚踏车避开野生动物。伫新北威的西北部自然保护区附近的庄仔头，囡仔去上课的时阵拄着枪，也是一大阵辣狗，会使讲是真肃常。不过伫去年野生动物的攻击，就造成50个人死亡，至少85个人受伤，这嘛，互真侪家长拢感觉是真烦恼。Inyamazana ziyaphuma sikhathi sonke indlovu izilwane abantwana silesikhathi sokuthi ima ziphuma kakhulu siyabaphelekezela ngoba ukusuka lapho esihlala khona besiya esikolo i5 kilometers sokungumango omude kakhulu njalo kule nyamazana so sibe sithwala nzima kakhulu ngabantwana ukubaphelekezela isikhathi sonke loba kunjalo kunikwe laba abakhulu kulabancane o-ECD grade 1 grade 2 abangazuzanga amabhayisikili still lokho kuyipressure ngoba sesibaqhuba futhi njalo sokuwesi ngoba labana abakhulu sebehamba amabhayisikili。新北威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做伙送100台铁马予学校，希望会当消透人类的生活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We appreciate as IFO that communities that live in the boundaries of protected areas are a key partner for u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conservation goals in the protected areas where we want to see the animals thriving.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嘛，帮助附近的庄仔头来去防止就是性动物的危难，防止猪仔含牛和大型鸟科动物攻击。镜头转来到美国出演的圣地佛罗里达州的海沙堡，这项叫做是世界上上有可能互鲨鱼咬的所在。伫全球去年69件通报事件内面，就占16件。但是科学家解释讲，海沙堡因为有大量游客，佮有出演客，互海水较落，嘛互鲨鱼的看较无，才增加因误驾人类的机会。So the sharks are trying to avoid people. We know that they must be doing because there's so many of them and so many people, and people are very easy to target. They're a little bit like floating sausages if you're a shark. A lot of people have probably been in the water. You've probably been in the water with a shark and just didn't know it. They don't really want anything to do with us. 科学家讲，最近的研究显示，对1970年以来，全球鲨鱼的数量已经减少70%。若要去烦恼鲨鱼，亲像电影内面做的同款，互大家惊到要死，不如讲鲨鱼看到人类，则真正是惊到袂复创。公司新闻江文编译。
禽流感传到对南极去，即阵是已经有徛过闪着啊！这对集体生活徛过来讲，烧化恐惊就真紧，是一场生态灾难。徛过烟滚滚的分数看落是真古锥，不过今年2月底，西班牙研究人员伫南极洲附近的南极半岛，我阿根廷科学研究基地发现2只死去的柴乌，有 H5R 型禽流感的病毒。另一个智利科学家，搁伫国王徛鹅、甲巴布亚徛鹅验到 H5N1 流感病毒。专家警告，因为徛鹅生活范围是真接近，恐惊会致使禽流感传染真紧。Detectando 9 casos positivos en pingüino de Adelia, por primera vez reportados para esta especie, y una en cormorán antártico. 南极大陆附近的南高地亚岛海岸，附近的野生动物集中的程度是真悬，除了徛鹅，还佫有海鹅甲海豹。专家讲，禽流感若是咧全岛传开，死亡率恐惊会真悬，还佫会引起全球保育的危机。Estamos hablando de que existe un riesgo muy preocupante entre la comunidad científica, ya que existen especies en peligro de extinción, tales como los pingüinos emperadores. 因为徛鹅伫繁殖期进前会拢先自入做伙，再佫利用排泄物互这些氧气，方便后日仔生卵。不过，这嘛有可能互无共鸟类之间互相烧化。专家认为讲，南极禽流感的病毒应该是由燕鸥、甲海鹅等等的海鸟为其他所在挖去南极大陆，爱持续监视物种甲族群的变化。目前南极水系附近有真侪船舰协助监督，而且严格管制南极出入的人员。公司新闻新录杯编译。日本北海道札幌的高等法院判决，禁止同性结婚是违反宪法的，是日本的头一个。目前日本6件地方法院的相关判决，敢若大半认为讲禁止同性结婚符合宪法。由报条经济法院判决违宪，日本北海道3对同性伴侣主张民法加户籍法无承认同婚等规定，违反宪法第14条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则。甲宪法第24条保障婚姻自由，向国家提出一个人100万的损害赔偿诉讼。昭和高等法院第12审判決，認定憲法保障同性婚姻現行的制度違憲。本当に望んでた待ちに待った違憲判決が出て、今すっごく嬉しい気持ちです。これまで多くの方がこの訴訟に協力してくださったおかげで出た判決だとも思っております。这是第一个高院违宪的判决，不过高院也认为，并未当讲国会无修法是违宪，所以不会损害赔偿的请求。同一天，东京地院也判决，无承认同性婚姻的现行法律规定，算是违宪状态，甲违宪无同。违宪状态定义是指现存的法律加制度属于违背宪法主旨的状態。法官也不會被人嘅賠償要求。風向きは変わっていますので、この節目がまた一つの法制化の足がかりになるような判決であることを願っています。目前，日本的地方法院对同性婚姻，只个那台版的地方法院认为是合宪，其他包括东京、福冈的法院，拢判算违宪状态。因那札幌加名古屋是认定违宪。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译。美国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将第3届试射无人的太空飞行器，是送一只全世界上界大只的火箭。虽然有成功送入太空轨道，不过返来地球的时阵却是失去联络。不过，若是甲前2届比起来，是已经有较进步啊，有飞搁较远。SpaceX 公司的次世代星舰火箭系统发出正大声的声音了，慢慢升起嚟，离开发射台了，飞向太空。这边关键的试飞，对以后的登陆月球加太空任务正重要。At this point, we've already passed through max Q, that maximum dynamic pressure, and passing supersonic. So we're now moving faster than the speed of sound, getting those onboard views from the ship cameras. 过2分44秒，下半部的推进器加顶半部的太空船准时分离，飞过大西洋加非洲南部，对要甲200公里远的天顶传回地球的影像。这边的任务是第1级的超级重型推进器，33具免轻引领全部拢启动。第2级的飞行器收回6具引领，甲太空船送入去轨道。不过飞去了1点钟了，太空船煞失去联络。The team has made the call that ship
has been lost. So no splashdown today, but again, it's incredible to see how much further we got this time around. 讲是世界上上强大火箭星舰，伫去年的4月甲11月有执行过2遍试射，验过尾拢伫咧空中爆炸解体。SpaceX 对这2遍经验学习并且修正，伫咧第3遍的试射，又搁想要试新的目标。前2遍试射目标是计划太空船落来时阵，落伫咧夏威夷附近的太平洋。因为这边原本是按算要落伫咧印度洋。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辑。带大家来看一项新科技。咱看边仔这碗饭，这看起来虽然是红红，不过这并不是蓝色素，是韩国新发明的一款牛肉米。研究团队是甲米、蓝、鱼虾，甲这牛肉细胞粘伫咧顶头，放伫咧实验室内底培养9日至11日，就会变做一款牛肉米。风声伊是比普通的米较甜较硬，毋过这蛋白质啊，也是鱼卵等等的营养分嘛，拢搁较济。所以讲未来就会当应用伫咧欠粮食，甚至是军队也是太空当中，哪食饭哪补充营养。而且若是会当取代肉类，就免饲遐尼侪精神啊，对减少碳排放嘛真有帮助。碗内底米饭有真水色水，加做各种无共款的粉红仔色。这是韩国延世大学研究团队最近研发出来的，用牛肉细胞染白米的牛肉米饭，食起感觉是真特殊。 약간의 소고기 맛과 그다음에 식물성 단백질 맛 그리고 약간의 버터 크리미한 맛에 이어서 어떤 텁텁한 그런 느낌도 살짝 있고 사실 제 개인적인 경험으로는 이 잔향이 좀 오래 남는 특징을 가지고 있습니다. 这款牛肉米是用基因工程甲牛的筋肉组织，甲智能油细胞注射去白米内底。细胞伫白米的表面甲内部生长，差不多9天到11天了后，白米就会成做粉红色。除了保持原本的营养成分，甲一般米相比嘛搁较甜，蛋白质甲智能油含量嘛搁较济。 除了白米以外，研究团队嘛试过用大豆也是坚果来培养这款米，也毋过最后发现，只有白米才会当上有效的滋养动物细胞的分子，嘛互米的蛋白质含量增加8%，智能油的含量是增加7%。 실제 동물의 사육이 불가능한 우주에서 오던 우주 식량 같은 걸로 개발이 될 수도 있고요. 영양분을 자유자재로 조절할 수 있다는 점에서 어떤 특정한 병을 가지고 있는 환자들에게 필요한 동물성 단백질들을 제공할 수 있는 장점들도 있을 것 같아요. 这毋是头一个推出人工肉产品的研究团队，暂时已经有其他的团队用大豆做原料，培育出食物鸡肉甲鳗鱼，而且伫新加坡已经上市销售。 虽然牛肉米也阁无法度完全代替牛肉味甲口感，也毋过一旦成功开发做食品，牛肉米如果未来1公斤的价销伫咧台票60块左右，伫传统牛肉的价销是台票450块左右，有机会互牛肉米代替养殖牛生产的肉品，减少畜牧业的排碳量，对环境更较友好，嘛会当当作人类应对灾害甲战备时期摄取永续蛋白质的来源。公司新闻台是董平友。 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